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他是最早出场的陆地神仙，也是死得最快、实力最弱的陆地神仙，被网友们称为绿甲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绿甲轩辕敬成。轩辕敬成是辉山轩辕家的嫡长孙，原本是被当成下一任的轩辕家家主培养的，根骨极佳、天赋出众的他，原本是学武最好的苗子，只可惜他偏偏喜好文学，不习武术，因此被武学世家的轩辕世家给放弃，在家族当中被当成了软弱的代表。即使是他的二弟、三弟，也经常看不起他。他的妻子更是一气之下答应去和老祖双修，让轩辕敬成受尽了屈辱。即使是这样，他也一直隐忍着，默默地看着自己的书，在书中寻找寄托。轩辕敬成这一忍就忍了20年。这20年的时间里，他自建了一座赤书楼，收录了6000多件典籍，各个领域的都有。而这些年的时间里，他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武道之路，竟然不知不觉地读书读到了天象境。为了不让老祖发觉，他为人处事都很低调，一直苦苦地压制着境界不突破。毕竟他即使进入天象境，此时也不会是轩辕大盘的对手。轩辕大盘是武夫正道的天象境，境界都是自己实打实拼出来的，不同于轩辕敬成这样的三教境界，论实战能力，轩辕大盘甚至可以秒杀轩辕敬成。所以即使境界突破到了天象，轩辕敬成依然一直在忍，他在等待更好的机会。这20年都忍过来了，也不急于这一时。就在他苦苦隐忍之时，自己的女儿轩辕清风竟然也被老祖盯上了，要让轩辕清风也成为自己的双修炉鼎。这一刻的轩辕敬成终于忍不下去了，女儿是他最后的底线。恰好此时北凉世子徐凤年也来到了辉山，轩辕敬成知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。作为第一个登场的陆地神仙，轩辕敬成的实力怎么样呢？又是如何击败老祖轩辕大盘的呢？在得知老祖要将自己的女儿也弄去当双修炉鼎时，轩辕敬成终于忍不住了，怒发冲冠的他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轩辕敬成找到了徐凤年，说明了自己将要去杀死老祖轩辕大盘，给自己的女儿清扫所有的障碍，到时候需要徐凤年出手帮轩辕清风一把。而徐凤年能够得到的好处就是把轩辕清风当做自己的提线木偶，掌握住整个回山，这对于徐凤年来说没理由拒绝。在帮女儿铺好路之后，轩辕敬成先是出手解决了自己的二弟和三弟，又给轩辕清风安排好了护卫他的人，随后便来到了哭牛大港挑战老祖轩辕大盘。天象境的轩辕敬成打不过轩辕大盘，毕竟年轻时候的轩辕大盘也是江湖中的顶级高手，20岁的时候就击败了轩辕家当代的家主，坐上了家主的位置。随后在30岁的时候挑战过枪仙王秀，只弱于他一筹，和老剑神李成刚也有过比试，当年也只是惜败。轩辕大盘修炼了双修采补术后，越发的年轻有活力。论实力，当时的李成刚也打不过他，毕竟境界大跌的李成刚只有指玄境。面对这样一位可怕的对手，轩辕敬成还是义无反顾的上了。既然天象境没有办法击败这位老祖，那自己就再上一个境界，达到那陆地神仙境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他是最早出场、死得最快的陆地神仙，被网友们称为绿甲，以儒家天象对上武夫天象。轩辕敬成和轩辕大盘过了200多招，迟迟没有分出胜负。这种情况下，轩辕敬成最后看了自己的女儿一眼，随后豁达的笑了：“莫道书生无胆气，敢叫天地沉入海。”这一刻的他走到了此生的极致，是挺身而出保护女儿的父亲，也是守护妻子的丈夫，更是维护轩辕家尊严的家主。燃烧了生命的轩辕敬成是要一口气吐尽这20年来的屈辱，强行进入了陆地神仙境界。在此观战的李成刚也是叹息的说道：“他哪里是儒生，如今已是儒圣了。”这个第一位登场的儒圣，一句请老祖赴死，以最决绝的姿态引动天雷降临，劈在了自己和轩辕大盘的身上，和这位老祖同归于尽。轩辕敬成死后，轩辕清风成为了轩辕家的家主。回看轩辕敬成的一生，作为一个男人或许是失败的，但至少作为一个父亲，他是合格的。为了女儿不遭毒手，不惜用性命去为女儿换得自由。轩辕清风成为家主后，亲手逼死了自己的母亲，让这位母亲上路去陪着那隐忍了20年的父亲。轩辕清风的母亲之所以会这样做，或许也是因为不甘自己的命运一直掌握在别人的手里，加上轩辕敬成在家族中不得势，他也被逼得抬不起头。或许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有尊严，也为了更好的维护身为大房的利益，他才会自愿去成为轩辕大盘的炉鼎。不过真相到底如何，也已经不重要了。在轩辕敬成和轩辕大盘在古牛港灰飞烟灭后，这段往事也就随着飘散而去了。